台中市长罗秀燕讲，台中火力发电厂到单青土炭已经用超过月，市府要撤除2台机组下青土炭的许可。交通部林佳龙部长讲，5股烫油煤高架道路建设去到苗栗头份的工课，行政院已经核定。农委会早起召开非洲地质应变的会议，但集中注意讲，国内禁止越南方面马路的罐头进口。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2月25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早起台中市罗秀燕市长宣布讲，因为台中火力发电厂今年到单青土炭已经用超过月，违反管制条例。第一就是罚金900万，第二要搁撤除发电厂2号甲3号这2只机组下青土炭使用的许可。毋过台电公司这边嘛答应，因讲台中市政府正有影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过来会行行政救济的过程去告市府迄边。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现真严肃，正式对外宣布废止台中火力发电厂第2号、第3号机组的固定污染源操作许可证，还有土炭使用许可证的部分。废止中火2部机组操作许可证。中火超标就是超标，违法就是违法。台中市环保局针对这个月23查到中火继续伫烧土炭来发电，已经违反台中市管制土炭驻地条例，1104万吨的禁磅。早起是开出900万的罚金，而且做出明年1月7日开始废止2只上旧机组的许可证。台中市环保局长表示，就算讲伫咧台地提出行政救济期间，依法嘛袂当来使用，而且伫咧未来台中市嘛袂搁来核发新的土炭使用许可证。意思就是讲，这2只机组以后就是无法度搁来使用。2号跟3号机的操作许可证跟生煤使用许可证的话，这都是一起测，因为新的管办之后的话，这2个证也是合在一起的。我们尊重中火依法提出他行政救济的权利，但是我们也会捍卫地方制度法赋予我们地方自治的权利。而且台电的方面态度嘛是打真嘅，表示讲会采取行政救济定数，无排除伫咧未来诉讼胜诉了后，向台中市政府提出违法撤缴期间的损害赔偿。台中市政府废止中火2部机组的许可证是很明确的违法处分，台电公司会尽速采取行政救济。我们会依照处分书的要求，明年1月起将2部机组暂时停止运转。台电表示，目前10只机组除了1号甲4号年度保养甲更新，中火伫咧秋冬空污柜来进程，偏向是会维持5只机组的运转。目前未有欠电的危机，毋过会去影响到电力调度，还有紧急应变。而且台电为着要改善水污染评超标的部分来进行废水设备的改善，25连续5天安排8只机组运转，测试废水处理设备的功能表现。台中市政府是选择伫咧同一天来处罚，还有废止证照。记者综合报道。环保团体嘛宣布讲，要伫咧12月29这个礼拜日举办反空气污染的大游行，主题是会重伫咧推动无用土炭发电，就是望讲政府会当重视民众使着清气象的空气这个观念。伊嘛呼吁讲，候选人都要针对看顾气候变化、甲约束运用土炭这个主题，提出更较实际、更较具体的政见。将环保署 logo 为青山绿水形象加做普色、咖啡色山林，多连机构的名也改变。环保团体联合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相关单位要重视民间的无煤诉求。大部分时间高雄、屏东有没有平等呼吸？没有。遐个囡仔安怎？出生的囡仔有公平无？没有。遐个老人安怎？没有。不止关注空污，环团也指出，今年9月联合国气候峰会中，已经有77个领袖保证要伫2050年达到温室气体直接零排放。不过台湾只以排碳减少50%为目标，表现是全球后面。另外，也有做大热能发电等议题，也得到社会大众重视。藻礁在生成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它是吸收了非常多的2氧化碳，又是有世界自然遗产价值的地景和生态系。我们的政府，你凭什么把它破坏？废核跟减煤其实同时做得到。民进党认为要做燃气，所以要用力的推天然气的接收站。那我们并没有反对天然气接收站，但是我们认为过渡方案不能造成永久不可损伤的后果。
抢在总统大选进前，款团要伫12月29举行反空污大游行，聚焦伫减煤救健康。到时阵会为环保署出发，经过行政院，最后到自由广场，也呼吁到就选战的总统、立委候选人，要提出无煤甲气候相关的具体保证甲证件，作为争取选票指标之一。记者综合报道。政治说分明来讲，有一本杂志发布6都的市长就职一冬来施政满意度的调查，高雄市韩国瑜市长伫咧内底是吊车尾。当创文总统的阵营就提醒讲，韩市长都要斟酌听这款高雄市民的心声。蔡总统的副手赖清德本人早起互人问起国民党点名讲，蔡总统请网军伫咧网络假方式，赖清德是无啥回回，敢若讲若真实有啥物证据者，迄毋早就探出来了。骑在吉普车透早就帮民进党和立委候选人彭俊豪车队扫街辅选，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真拍拼在拼。不过最近爆发网军的风波，哪里一直攻击，尤其是韩国瑜抱红婴的影片，互韩版提个抹黑。韩版嘛联手行动不分区比提名人手起，点名民进党饲网军。早在咧党内初选的时阵，就攻击过赖清德。甚至咧吕秀莲宣布要投入参选总统，嘛发动过攻击，挨民进党讲好清楚。对，他说有证据。我想他如果有证据的话，应该早公布了吧。赖清德对网军的风波态度真低调。不过根据昨月杂志公布6都施政满意度，高雄市表现无啥好。不但赖清德有话要讲，蔡英文竞选办公室嘛出击批评高雄的施政满意度吊车尾，不满意度真悬，让高雄市民失望。韩市长在当选市长之后，花在市政的时间相对上来讲会比较小啦，因此呢，有这样的成果。我想也不令人意外。在行政效率或者是整体的高雄建设上面都是不满意的。未来的3年，他们对于高雄市是没有信心的。这个状况跟过去民进党在高雄执政的状况是完全相反的。尤其蔡班嘛批评韩国瑜，市民未来3党对高雄市嘛无信心，另外大家无满意，未来嘛无信心，佮提出罢韩民调，已经有6成外的人表态，呼吁韩国瑜爱反省，莫佮做隐形的市长。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瑜本人昨参加网络的节目录影时，直接开喙，甲高雄市民找花找肥，嘛讲感谢市民谅解伊请假落去选总统。国民党的阵营嘛，含新党提名的不分区立委候选人区议，做伙出来敌民进党，含广告公司契约这条带，讲因有影是咧请网军，佮点名提醒吕秀莲佮赖清德，叫因嘛着爱甲民进党的真面目看好面。离投票的时间愈来愈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24参加节目录影的时阵，看起来真轻松。佮用英语和主持人讲，要将摩天轮引入高雄。不过去互问到，敢有对什么人感觉亏欠？韩国瑜是向高雄市民回释的。搞了半天，伯恩在设计一个题目是对高雄市民，那我当然要感谢高雄市民，非常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那因为在请假，在外面参与这个选战。所以没有办法时常陪着高雄市民陪，也非常的抱歉。有道歉了 ，OK， 好，很棒。选战特别高啊！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刘成正25在国民党部发表10大所谓政策，要打造智慧交通、城乡、农村等等的城市。5G 绝对是我们将来能够把这个无线还有这个网络通讯技术普及到所有都会跟城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有这区块链的这种加密技术、分散式的这种储存技术，可以呢让我们这个将来整个数位的架构在资料传递的过程里面，能够有更让大家放心的一个基础的技术跟环境。针对国民党24压出民进党和行销公司合约，指控民进党在咧饲网军。民进党解释这是收集大量网络资料了后所做的分析。新党不分区立委比提名人区议是继续在咧抓网军，甲炮火上尊民进党，爱杨惠如、吕秀莲也有赖清德看清民进党。南风行销整合下，民进党中央做简报怎么对付吕秀莲的？你闹一闹。是不是想要民进党中央搓汤圆？你咽得下这口气吗？这个蔡英文确实也是毒啊。那时候对赖清德就已经当成卧他之侧的猛虎。那也一直在甲网军这件代，刘成正是继续在咧杀政策，伊讲少年人的希望特别来啊，黑暗会过去。选情哪力搁再高峰，就拢望讲选民在咧正月11会使当新城的一票。
记者阿敏金、杨玉水台北报道。高雄市长讲完，咱来讲台北市长郭文天，早起伊嘛一一笑出过去5档施政重要的项目。当有调查统计出对郭市长感觉满意的民调，煞排伫咧6都上尾名。伊本人是笑讲，若民调要比韩国瑜搁较低，嘛有影无简单。另外，到底郭市长敢会对12月30开始请假助选？伊是无讲话嘛无讲袂，敢若讲市长本底就是责任制。就职55年，台北市长郭文泰自认予台北市民真有感，伊一个讲伊的重要施政。但是研考会公布施政满意度调查，2015年拄就任的时阵，郭文泰的满意度有69%，去年成功连任满意度落到59%，今年搁降4个百分点。搁有一份杂志嘛公布6都市长的评比，施政表现方面，台北市上尾名，比第5名高雄市搁少4个百分点。民调做出来比韩国还低，实在是不简单的。这世界上什么奇奇怪怪民调都有，看一看。不过这样的民调其实要看全的，要看趋势的，单一民调很难判读的。对民调的结果，郭文泰敢若看甲真开，佮强调伊甘愿开时间甲政策做好，等成果出来，大家看到就知影。毋过拼市政，伊嘛要拼党政，为着带领民众党冲刺选情，有风声郭文泰要伫30请假助选。我也不太赞成整天请的，所以大部分还是，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只有6日嘛，下班时间的。首长是责任制的，但是不用担心的。我这人做事太认真了，也是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就好像那个没有壳的乌龟，你知道吗？没有政党还是个保护圈嘛。面对民进党计划伫年底进行3读通过的反渗透法，鸿海党市长郭台铭讲会带团包括台商等等到立法院抗议，但是郭文泰认为爱先考虑有偌济效果。他当然可以去发动，不过重点是你发动以后有多少效果啊？这要去考虑。我没有反对那个法令的，但是我觉得是要怎么执行哦，要讲清楚。郭文泰甲郭台铭看反渗透法的立场，敢若无啥共，佮亲像两个人对2020抗大选的选择。看起来有共识，煞阁出现无共款的声音，嘛互郭台铭甲郭文泰是竞争也是合作的关系，变成选择另类的重点。记者郭灿石基文台北报道。实在讲，国民党甲民进党以外，还佫有17党咧拼不分区的政党票。时代力量早起就公布劳工的政见，发出讲要加强办理劳动检查，将违法损害劳工权益遐个公司的罚金提高，还佫有降低组织工会时要求的条件。另外，新党这边面嘛提出要少年人有厝徛新政策，咱拢做伙来听看卖。今年台湾陆续发生华航机师和长延空服员2宗韩国业的罢工。不过，时代力量指出，现行工会组成的护顶官，伫咧台湾要受外9成7的劳工无受到工会保障，加上劳检无落实，真恶发着资方。时代力量公布劳动政见，发出要强化劳检机制，提高裁罚。降低劳工做工会互顶，更有支持警察、消防员做工会。2个月启动劳检之后，又再隔了2个月才公布劳检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个其实就是地方政府劳检人力不足，劳动检查的裁罚金额其实是不够高的。对于有一些大企业，你罚他2万、3万、5万，其实对他是不痛不痒。时代力量指出，地方政府劳检的人力无够，加上限制工会入场陪检，资方宣称商业机密，低数劳检了后，往嘛查无结果。无法度落实裁罚，区县地嘛指出，劳工组工会是真困难。30人这个规定，基本上它并不是要让你组成工会了，基本上30人这个规定是不要让你组成工会。除了拍出劳动政见，针对离世小灯泡妈妈王婉如，也是希望法官会当判凶手死刑，敢要废掉死刑，伫咧选情嘛再度引起关注。现行的法律下其实是有死刑的，其实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给我们安全环境的，不是重点，不应该讨论这个，而是婉玉所说的这个社会安全网的部分。新党也召开记者会，提出依照养房、青年居住政策，由建商打造18坪青年主体，要抢青年族群的政党票。银行它能够给予相关的贷款，那么它不需要先付头期款，它能够直接用银行的贷款先拥有这个房子。新党强调，互青年大入来就有帮伞，前10年只要还贷款的利息，10年后搁还本金，当作是买家己的厝，减少买厝的负担。若是大个人有家己的厝，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当咧推动一部反渗透法，要拼12月31日迄日会当3读通过。因讲是望要甲中国迄边无所不至，一直涉入来台湾，种种的影响力尽量挡起来。中国国台办早起嘛出面批评民进党，讲安尼便是咧制造绿色的恐怖，加强台湾和中国中间的对抗哦。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大开民主倒车，完全置台湾民众福祉利益于不顾，强行以所谓修法的手段来进行政治操弄，影响极其恶劣，危害极其严重。口气强硬，用词强烈，面对民进党政府要拼12月31号反渗透法检讨，中国国台办25批评，证明显是为了操作选举。他们把黑手伸向了两岸交流，把矛头对准了岛内的民众，升高两岸对抗，破坏两岸关系，正是民进党当局操弄选举的一贯套路。国台办也表示，民进党制造绿色恐怖，和台湾同胞到大陆，无论是食头路、读册、做生意，拢感觉惊吓。佮重申，中国对台湾选举将来无介入。另外，前一阵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要美国情报单位伫台湾大选了后提交报告，说明中国如何干预台湾选举。国台办也批评这些干涉中国内政。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你提到的这个法案涉台内容，严重的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更是公开的介入台湾地区选举，我们坚决反对。国台办同时也讲到对台26条措施，表示台湾同胞伫国外拄到紧急事件，影响中国驻外使馆求助，并且伫教育运动积极上提出真侪项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搁来讲，因为伫咧台湾台死女朋友才走转去香港，好甲去互咱通缉，搁引起香港反送中运动迄个事主陈同佳。10月底，伊伫咧香港出国的时，明明都有表示要来台湾自首投案。上在内政部说讲，到今也无效无实。香港媒体是咧报道，陪伴陈同佳出面的管浩明牧师讲，投案的意向原在，时间若决定，伊就会出来说明。对镜头行礼会室里，在台湾涉嫌犯下香港女子命案的香港男子陈同佳，10月23日伫香港刑满出监了，伊当阵讲伊愿意来台湾投案。不过，这码代志已经过了2个月啊，也是无动作。实际上到现在也都没有跟我们这个单一窗口做任何的联系。那我想这个不要一直在媒体上放话，要有实际的作为才是真正落实。去年士林地检署就对陈同佳发通缉，内政部讲，那陈同佳要来台湾，会有咱方的警察去香港介互伊入境。不过，陈同佳甲香港方面拢无甲台湾成立的窗口联络。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的理事长杨宪宏分析，这一来一往，港台双方拢有政治考虑，恐惊伫咧台湾大选进程，这个案件未有进展。这其实某种程度是无解。那还好，当时候民党政府有意识到这个是一个陷阱，所以他们把它个案化。但是，一旦个案化以后，你认为香港政府还有兴趣处理这个事吗？那香港如果提出说，那我们给你陈同佳，那我们要跟你换某个学生，那个人你可不可以让他上飞机回香港？我们要抓他，他可以做吗？陈同佳来台湾投案的消息，是协助伊的香港牧师，也是中国北京市政协委员管浩明，伫陈同佳出家时阵对我所讲的。所以，是不是陈同佳伊个人的意愿，迄当阵正受讨论。而且自司法引导，升级真侪港台之间政治互相出招。另外，香港媒体就报道，陈同佳的牧师管浩明讲，陈同佳并无改变伊来台湾投案的意愿，若是时间巧好势，就会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昨暗是基督教的平安暝，不过香港依然是无通平静。香港的民众伫各项的角头发起和平理性的抗议，到8点外，迄当阵警方冲入去人阵，要甲群众赶互四散，甚至佫摕催泪弹出来牵。嘛有抗议的人士甲警察击汽油弹，一直冲突到半暝点外，才渐渐收煞。警察连续发射催泪弹，和平安暝香港街路各充满催泪弹烟雾。反送中民众24暗时伫尖沙咀王家沙田元朗真侪所在发起和理性和平示威，不过8点过后，警民佫爆发冲突。8
8点过后，港警向冲击检察处海港商城强势掠人，警民爆发冲突。无挂违禁证的警察一直用警棍拍民众，一片混乱。随后大批防暴警察替号召喷雾四界赶人。接近9点，警察向伫半岛酒店附近掠一个查甫人，引起群众不满，双方激烈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派出水炮车赶走人群。示威者是放火烧路中，阻挡警方向前。伫沙田也出现警察甲民众996来进行。暗时10点，便衣警察向冲至沙田新城市广场掠人，示威者被警察压制伫涂骹，引起民众不满，一直骂警察比出棒啊手势，爱警察离开。这示威原本只是要提醒香港人5大诉求无达成进程，绝对袂放弃。Even though this is a very joyful event and holiday for us, and I think. But some in the jail and some have been arrested. They cannot enjoy this holiday, and I think we should remind others that our fight has not ended yet, and we should continue our fight. 暗时11点外，有示威者为抗议汇丰银行冻结相关抗争者团体，先发动鸣笑号，将银行暴力攻破，警察用水炮车赶人，一直到25透早点外，示威者才慢慢散去。不过，香港内抗争依然无结束，香港民阵已经发起无望升路并肩同行大游行。呼吁民众自控元旦当日下晡过正街路，向政府表明因的新年愿望依然是5大诉求，一项拢未当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讲，昨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和南韩的总统文在寅，伫咧中国成都这个城市，针对外交甲贸易，搁有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日本调韩国的人民去做工，当着安怎样补偿这个问题，一条一条坐对面来商议。这也是让一年搁3个月到单，日本和韩国的头人搁再一摆会面。今日的会议是南韩总统文在寅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过去1年3个月以来搁一摆举行领袖会谈。24号中日韩领袖会议伫中国成都举行，安倍甲文在寅嘛借这个机会对外交、二战定港甲贸易问題進行會談，都同意愛修復兩國關係。私としてもこの重要な日韓関係をぜひ改善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今日は率直な意見交換を行いたいと思います。日韓因為2018年10月底，南韓最高法院對定港問題判決日本企業敗訴，愛賠償受害者1億韓票了後，兩國關係就一直降溫。最後查出日本限制半導體材料出口到南韓的原因。虽然伫会談之前，日本已經伫20號宣布取消部分出口的限制，不過雙方伫會談內底依然對定港問題堅持家己國家立場。韓國側の責任で解決策を示すべきである。日韓関係を健全な関係に戻していくきっかけを韓国側から作るよう求めました。日本媒体報道，文在寅認定是定港問題造成中國嘅貿易，加之所以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嘅摩擦。不過安倍講，這個問題攏甲定港無關係，因為雙方攏玩讓步，外界咪繼續關心未來雙方會用什麼方式來改善關係。記者林上報道。來講法國嘅勞工抗議總統馬克龍正咧推動年金改革法案，行上街路化罷工，連燒煞19日超過，到今也未收煞。拄當耶誕節到，交通嘅大頭愈重，有嘅車抓因為罷工就無發車，好甲法國嘅百姓真頭痛。總統馬克龍當宣布講，為着要展現伊這條年金法案改革嘅精神，等伊落任了後，退休金要放棄，無要退。每過耶誕節，巴黎火車站有真濟人掛行李要回鄉，不過因大部分攏無什麼表情，因為法國鐵路大罷工自11月初5開始以來，已經進入第19天。發起抗戰工會不滿政府提出的退休制度改革方案當中，廢除火車司機員等職業別退休的特別制度，改採齊頭式平等的統一積分制，同時規定法國勞工愛工作到64歲才能領專業退休金。損害勞工權益，決定發動全國大罷工來抵制。雙方頂禮拜協商破裂，
看到火车伫耶诞节无法度恢复正常营运，正伫非洲维稳法国驻军的总统马克宏也非常着急。Les mouvements de grève se justifient, ils sont constitutionnellement protégés. Mais je crois qu'il y a des moments dans la vie d'une nation où il est bon aussi de savoir faire trêve pour respecter les familles et la vie des familles. Voilà, donc j'appelle chacun à cet esprit de responsabilité bien compris. Chacun comprendra que la trêve ne veut pas dire l'acceptation ou l'abandon. 根据上新民调，法国民众对罢工的支持度维持伫51%左右，不过已经下降3个百分点。Moi, je pense qu'il devrait y avoir une trêve. C'est un peu facile de prendre les gens en otage. C'est ce qui se passe à chaque fois d'ailleurs. Alors je la comprends, mais je la cautionne pas. Parce que pour moi, au final, c'est tous les Français qui sont pris en otage. Et on a un peu de mal à trouver la finalité parce que pour l'instant, ça apporte plus d'inconvénients que d'avantages. 马克宏除了向工会发挥，礼拜日甚至发声明，表示为了符合年金改革精神，愿意放弃社前后的退休金，也未伫宪法委员会任职。两个合起来，每个月差不多营业新台币60万。不过22大过42岁生前马克宏，离62岁法定退休年岁也够真长时间。目前看来，工会无咧信道，双方按算要到明年1月17才会恢复协商。受到罢工冲击，法国零售业餐饮甲旅店伫1年当中。上无闲时阵，业绩估算63到6成。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咱看到讲2019年的年尾，法国遮尔先进的国家，工人为着要争取权利，嘛着爱罢工。讲起来，工人实在真弱势，嘛真需要民众的支持。甲资方、甲头家比较起来。人过去台湾一句俗语话咧讲了，确实有伊的情理。讲讲理无通头，即句讲理无通头，就是照即个工做工的工，照即个字幕落去批论。讲讲即字吼，安那写，你就无才条通头，就有影你。讲即字若写通头，若毋是变土，无就变树哩，看长短话嘛。所以讲理无通头，是照即个字的形体来批评讲做工的吼无通通头啦，做工的无通出脱啦。毋过时代咧变迁，工人即马嘛肯团结者，你甲看，连法国的总统都爱落软，都爱表示讲，当吼恁罢工的工课，看会当动点，看会当减少袂？这就是工人团结的力量。毋过过去国情嘛了解知哦，有真侪遮头家看到讲工会组织起来，工人要团结起来，原来会使部署。即马吼甲头人叫来，讲来，我甲你讲，规气吼。你做工会头人，做工会领袖，我吼甲你安排，讲你本来科长，甲你升起来做经理。啊，你有啥物工会内底消息，甲我通透好无？有当阵啊，心肝啊反晓，即个带头的人，然后做头家人煽动去，当代志就歹舞啊，运动就袂成啊！你这也过去台湾另外一句俗语话，讲安怎样呢？讲大家要合伙真困难，合力歹写啦。嘿嘿，这句嘛真趣味。工人团体运动中间，若一半仔头人去互资方、去互头家煽动带动去，有当着啊运动的规盘开花。啊，合力歹写，过去人搁咧讲一项，就是讲大家合作的生理，这嘛真歹做。毋则讲你看这个合，哦，算的都5、6话尔，哪会歹写？原来就是讲合力歹写，你讲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毋是真正歹写呢。人这字嘛真好写啊。毋过人讲人这字写得真简单，要做人真正就真困难，讲这个意思。总是啊，工人的团体运动若肯争取，真正有一天会当变甲连总统都落软。总是啊，咱两人共心，合力无影歹写，会团结乌土嘛会变黄金。毋则国情要阁讲第三字，第三字就是人过去讲官吏双口拿。你若要信讲头家甲你讲的，毋甲工人徛斗阵。有当着头家印尼的条件，连港伊会反晓呢。你著讲台湾历史上就好啊，中部抗日的英雄挂铁虎，咱日本人毋是因讲来铁国山，互你家己管，税金互你家己扣。即马一个刀枪放落来尔，投降日本尔，官吏双口拿，啥物话甲你答应的，拢无准算。毋则讲过去虽然拆你的情理着浅浅，新的旧的中间有变迁，即马即个时代扣起应用。游玩啊，佫真有滋味，原来佫真有内涵。总是国情安尼讲，有争取就有争差。咱讲法国目前大众运输
铁路包含电车这系统，因为罢工发车的额是减真济。尤其咧做小卖、做食食，也是开旅馆、饭店这行业，掠起来损失尚无有3成较低。不过加载讲，本地法国的铁路公司已经宣布要取消迄撮耶诞节和儿童坐倒转去故乡的列车。买手经过民众争取甲抗议，有照常要发车。民众嘛欢喜讲，这都袂输哪像耶诞节的奇迹咧。40年来秉持服务精神，伫耶诞节进前，将非常侪4岁到14岁单独旅行囡仔安全送到厝内地人身躯边团圆过节的儿童耶诞回乡列车。会中原本被法国铁路公司以罢工人力不够，为了囡仔安全，只好取消。不过伫政人的批评之下，国铁公司补救，伫最后一刻宣布正常赛车。22一早伫巴黎里昂车站坐第一班列车囡仔，拢非常的欢喜。Ah bah il était en pleurs, donc c'était très embêtant parce qu'on avait pris les billets il y a déjà 2 mois, donc c'est très compliqué. Ça m'aurait beaucoup déçu parce que je le vois pas souvent, alors il me manque des fois, du coup, voilà, j'ai envie de le voir. 政府甲工会退休金解决谈判破裂，各方期待耶诞停战破灭。平安暝长期铁路交通只有4成正常营运，进出巴黎地区的地铁只有2成行驶。耶诞节当日也佫会去较少。国铁24公布损失高达4亿欧元，年底第一波消费大月，真挖苦来客数的零售业、餐厅甲饭店业，业绩损失达3到6成。22公布一份民调指出，支持工会罢工行动人数落3个百分点，不过也是有51%受访者支持或者是同情罢工者。因为罢工期间，劳工是无薪水会当领。法国总工会 CGT 24委员款当中提出25万欧元送予巴黎铁路员工。原本42岁应退休的专业芭蕾舞者，对未来恐惊是爱拖一身的伤病，工作到64岁，即摆也拢加入罢工。巴黎歌剧院14当日有30名芭蕾舞者甲巴黎交响乐团合作，伫巴黎歌剧院门下口演出20分钟的《天鹅湖》，吸引几百人围观。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讲，交通部林佳龙部长中昼亲身去视察五股趟杨梅的高架道路，要接去到湖口，目前塞车的情形。林佳龙部长是讲，这座高架道路过来建设去到头份的工课，行政院已经核定，等待综合规划和环境评估拢好势，就会落去施工，头尾6档半就会完成。这边五羊高到头份，中间我们会分流到国道3号这个路段，降低对于头份地区的塞车的压力。那匝道的设置点，还有刚刚讲到的68号道路这之间的串联，我们一并都有纳入路网的一个检讨跟规划。因为目前高速公路五股趟杨梅这则高架道路到湖口的路站是会造成新德地区严重塞车。早起林佳龙部长视察的安排嘛，引起新德市长和新德县长拢亲身到地去关心。林佳龙部长说明讲，交通部已经有决定高架道路会做去到头份，佫会配合分一段路去接3号的高速公路。另外，头份这头的出口要安怎行，嘛会好好评估。来讲，台中一间幼儿园去互家长检举讲，若是幼囡仔无乖唔听喙，就会甲囡仔关去洗面间，甚至咧处罚的时，佫会去损害到囡仔身体上的自由。毋过早起幼儿园这方面出来说明讲，那这是无影。台中市教育局目前调查，嘛也查无明确的事情，只有是要求老师管教爱谨慎，和家长嘛就要较接联络甲沟通咧。有家长投诉媒体呢，今年1月份，甲囡仔送入台中北区一间幼稚园，结果因为食饭伤慢，发生有可能幼稚园的老师呢来体罚囡仔，并且甲囡仔关在便所当中。面对家长的指控呢，幼稚园今仔出面来说明，否认有将囡仔来关在便所的情形。5分钟要把那个饭吃完，我们并没有这样子规范小朋友一定要在5分钟把饭吃完。小朋友如果没有把饭吃完，我们会让他把整碗饭，就是让他在旁边，就是把它完成。教室并没有白板纸，而且没有白板纸，我们怎么会可能会用这个东西来处罚？台中市教育局接到家长的检举了后呢，嘛伫今年2月份介入来了解，
初步调查结果呢，并无明确的体罚处刑，家长嘛无明确的影像证据。我们在1月份接到家长的这个电话的投诉之后，我们2月就马上跟我们的家访中心一起配合调查，相关的人员交叉的这个访谈调查的结果是没有体罚的这个具体实证。到目前为止呢，也无法度联络到这名投诉的家长，院方表示呢。这名女童呢，最后也是伫原校完成了教育，已经伫幼稚园来毕业了。对着这间幼稚园遭到投诉不当体罚的情形呢，台中市教育局也要求着幼稚园未来伫个教育上呢，也要更加小心注意。记者王良涛台中报道。来讲高雄旗山大拿埔遮有7甲外的农地，要去互清洁的业者，甲按中国钢铁炼钢的路仔清出来的炭底吞落去。2当前，主管机关就裁定业者要将这个废土清现煞。早起环保团体带农民去抗议，讲到单还未清好势，佫责备环保局是失职。总是中钢手下的公司和环保局拢是讲，单已经有咧审查清运的计划了。中钢出来面对。高雄旗山的农民和环保团体到中钢的总部抗议，批评中钢和主公司中联，甲单也无清度7当进前交予清运业者，会填伫咧旗山大拿7公顷农地的路赛，尤其2当前行政法院早就判爱清度。107年6月7号就已经发文函清除义务人要在60天内提出清议计划书，1年半内要清除。可是呢，60天过了，他们到107年11月23号才提出清议计划书，那已经超3个月，你还受理？自救会指出，行政法院做出判决了后，清运业者提出诉愿，败诉了后提出清运计划又搁一拖再拖。环保团体嘛批评，中联当时无好好管理清运，政府应该废除伊的甲级废弃物清理执照。他照理说可以提出非常完善的那个污染整治计划。而且应该很快就可以通过审查，因为他们是专业。可是到现在已经2年半了，中联如此竟然提不出一个完整的计划。这个万大公司他们已经有提出一个清理计划哈，那环保局也有针对这个计划在审查嘛。中联和环保局拢表示，业者已经提出清运计划，不过为了避免造成第2遍的污染，已经召开3届审查会议。民众要求上满明年2月爱开始清运。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彰化县田中镇的清洁队为着要顾全队员收粪扫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即马开始配给金属探测器互因行。粪扫赶来先误落去检查，就是惊讲民众分类无够彻底。粪扫袋内底会底网水的空管还是电池，才会熬爆炸的物啊。到当时已经查到20件这款违规的情形了。提出金属探测器扫描粪扫落了后，发出警示声。清洁队员随甲粪扫落内底物件一个检查，结果发现砂糖水甲喷出来空管还有电池。对清洁队员来讲，这拢是可能引发爆炸的物件。田中清洁队对10月份开始，将金属探测器来做标准装备。对于我们的安全性也是有提高，因为日前都有发生垃圾车爆炸或者是火烧车意外，然后我们可以确实的把这些危险物品大量的把它给筛检出来。那常常查获到的部分都是属于电池以及家庭常会用到的，像是那个蚊虫的一个喷洒的一个罐子啦，还是说瓦斯炉在用的一个罐子这样。田中清洁队表示，彰化县还有其他县市近年拢捌发生过民众因为无做好分类，结果造成粪扫车导火，甚至爆炸。既然县有清洁队员因此受伤，才会对10月份开始，让清洁队员用金属探测器检查民众粪扫落架，希望降低因的危险。这个呢非常的有效，能够在及时的时间可以把他们封闭的一个垃圾呢，能够侦探出来是他们是不是危险的，然后马上破袋，然后请民众呢就带回。田中镇长表示，目前锁定无透明的粪扫落架优先检查，若是金属探测器发出声音，就会拍开检查；若是分类无确实，就会退回。目前有查到差不多20件违规。伊嘛强调，金属探测器其实无贵，一个差不多300-400块，这样提悬清洁队员值班的安全，未当加强民众粪扫分类观点。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农委会早起召开非洲地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15摆会议。
但局中注意讲，12月初9有伫市面验到按越南进口猪肝酱的罐头，内底竟然有非洲猪瘟病毒的成分。虽然讲会造成猪瘟摊开的风险是真低，不过为了保护消费者，嘛是会要求业者收回产品，阁有禁止越南方面肉肉的罐头进口。它是因为在整个所有的国际相关规范贸易底下，它不具有或者是所谓的传播会做出的风险非常的低哦，这第一个说明。第二个，它因为了确保所有消费者在考虑它的食品安全的这一个角度底下，我们跨部会做这样的一个禁止这一个所谓的越南的肉质罐头停止输入的这样的一个考量。按去年10月初1到今年12月24，伫咧海关检查到验出有非洲猪瘟的肉品，计共212件，大多数拢是按中国甲越南遐来，尤其越南的疫情拍算哪来哪恶化。另外嘛，惊有的旅客会趁旧历过年闹热失败，走私畜牧产品入来，尤其腊肉、火腿、烟肠这类礼品上界有可能。当农委会嘛会整合其他的部会，尽量加强过年时防疫甲海关检查的工作。阁有锁定伫咧越南有咧开工厂的人数，拍算是448个。交通部民航局这边嘛会掌握这款旅客出入海关的动向。咱话来讲，健保署开发的健康寄金铺这款手机APP， 会当查出家己过去看医生一切记录。今年3月嘛已经开放厂商来申请，含健保署手底，才会民众个人的资料互相连线。不过到当时也无设管理的办法出来约束，安尼生个人的隐私敢会漏泄咧？健保署是讲会要求厂商都要提出资讯安全方面的报告。敢若需要摕手机掠健保署的 App 落来申请健康假金铺得当查到家己最近3年以来看医生的记录，通好做健康管理。到今有超过160万人使用，是上册的政府 App 之一。健保署今年3月份开始嘛，开放业者申请介接健康假金铺的资料，不过却无公布相关的管理办法，引起民众甲朋友烦恼讲，个人资料可能会去互漏泄，或者是垃圾使用。员工离职的时候呢，做一些把资料泄露。或者是说呢，他跟他的合作伙伴分享资料，结果他的合作伙伴有出问题，或他倒闭了，那这些资料如何处理？对这件代志，健保署表示，厂商要使用进程必须经过当事人同意授权了后，才会提供资料。而且民众嘛会当自由选择要提供倒一寡看医生、用药或者是检验结果等等。业者嘛是必须要提出资安检测的报告，授权嘛不是一概授权，终身会当使用。勾选的时间，还有勾选的栏位、资料内容，都是由民众自己来做选择的。也就是说，我们这边所提到的，没有所谓的一次授权，然后终身有用。根据统计，到12月初9为止，总共有71间厂商申请健康假金铺系统软体开发套件，地名号做 SDK， 包括资讯厂商、医术机构、政府甲学术单位等等。健保署嘛强调讲，袂允准中国的厂商来申请使用。另外嘛，当地规定使用管理要点，譬如讲损害赔偿甲退场机制等等。上记明年年初会当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高雄一个40岁的妇人人，自30岁迄当阵到当，拢讲腰会酸会痛，虽然有去复健，毋过拢袂长筋。近来去看骨科，医生叫伊甲颔棍射叮当，结果安尼腰就较袂痛。用医学机台甲规条梁骨扫落去看，才发觉讲，原来就是颔棍遮的椎间盘扑出来，引起反射性的腰痛。经过开刀治疗，9年病，总也是拢总复原了。来看医生，民众讲长期腰痛拢袂当改善。高雄一名40岁妇女嘛有同款的问题，医师详细帮伊检查所发现，导致伊腰痛的原因，竟然是伫咧伊的颔棍。状况还蛮稳定的，并没有很特别的问题。我们在颈椎的第6节呢，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呢，反而发现很严重的椎间盘突出。医生讲，妇女的腰痛有10天这么久，看医生的时阵讲家己拢有复健，所无改善。加上伊有当时阵咧月头的时阵，腰痛会当变甲较细。苏小妇也是弯腰的时阵，腰部颠倒无痛的感觉，请对方来做核磁共振的检查，才确定伊是颈源性的腰痛。你看腰痛的时候，你会联想到跟脖子有关？不会耶，应该也是有点关系吧，因为
颈椎不是常常从颈椎到肩椎，不是整条都是脊椎嘛？应该会有点关系吧。民众讲，通常腰痛真歹去想到甲颔棍有关，也是爱靠相关的仪器检查。也毋过医师提醒，神经是规身躯拢有当时阵无一定是病因，就是痛的部位。看医生的时阵，会当主动甲医生讲其他所在有痛的状况，增加着判断的准确。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来讲台湾上南边的恒春，有一尊照讲是台湾岛内人上介早服侍的土地公。尤其这间土地公庙，佫是用酸乌搭的石仔砌起来，到当已经有380年的历史。今年庙方讲土地公伯有指示，就要分元宝和平安年，互乡亲食平安过好年。地瓜帽坐灵椅，互人叫做是台湾本土上介老的土地公，就供伫咧台湾上南边屏东恒春高山岩顶的福德宫。因为高山岩的旧名号做关山，所以又搁叫做关山福德宫，是台湾真罕见用酸乌大岩所起的土地公庙，到当已经有380年的历史啊。福德宫后壁的景致是真水，讲会使看到全世界上界水的黄昏，也是南台湾北景其中之一。真侪信众来遮参拜，就拢会顺路来遮欣赏日头落山的美景。屏东县政府5万结合宗教甲观光，带动地方发展。一方面可以在宗教信仰上面取得一个平衡，然后另外也可以促进恒春半岛的观光，所以县政府对这个活动是乐观其成的，希望这个土地公的财气跟好运可以分享给来这个恒春半岛观光的人。今年高山岩福德宫举办色照关山、福佑安康的活动，要伫咧年底送民众迎接鸟鼠年的金元宝。希望土地公祖啊，众神遍于各地，神威加持，继续保佑俺大家恒春高山岩福德宫更加兴，香火更加旺。大家财运更加发。送金元宝的活动会伫咧年底到元旦免费赠送，庙方也会伫咧初1、初2传衣啊，要互民众食平安过好年。记者综合报道。上先进的科技咧讲 VR， 就是挂一款特殊的目镜，咱的眼睛就会浮出13天地外，咱行袂到迄款所在，种种的景致。屏东大学近来和学校内底无共科系专家合作，研究出2款 VR 的新系统，将这种上进步的科技应用伫咧医疗环保这方面，实在真正顶真拼命声。坐伫机器马顶悬，结合 VR 影像，就会当享受伫草原骑马的感觉，毋但安全，阁袂受到天气的影响。这是屏东大学体感技术中心和个人病院下领域的合作，同齐研发的 VR 骑马复健系统。真马来讲的话，本身来讲，第一个它成本很高，然后第二个的话，它本身来讲，它会有一些危险性。所以我们是希望用机器马的部分来取代。这套 VR 骑马复健系统，主要是希望会当用机器马代替目前用真马所进行的美术治疗，结合虚拟实景和互动游戏，让30分钟的疗程变得较趣味。希望增加患者复健的意愿，提高因复健的回诊率。运动的部分大概是腰部以上到头部。除了 VR 骑马复健系统，研发团队佮设计 VR 水下互动系统，透过360度宽景摄影机，伫小琉球的水下翕实景。佮透过 Q 本色游戏，增加教育性和趣味性。用头盔去抓垃圾，让他们就知道说，告诉使用者说，海里的垃圾其实就是跟这样子差不多，然后要好好的保育生态。通过这个设备可以去体验说，真正去体验一个海底的就是一个生态，然后去看这个很美的环境。屏东大学有全国上大的 VR 体感技术中心，校方嘛讲会协助学生开发 VR 大型设备和系统。期待未来会当增加愈侪新科技应用伫生活的发明。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目前平均一天有35个人因为肝病来过往。除了肝病已经40几冬的柯金川医师讲，真侪人对肝病了解了是无详细、无彻底。前阵柯医师嘛得到今年5尊献的爱心奖，伊讲伊会继续拍拼，将保护肝脏正确的知识宣传更较侪国民来了解。我们想要用我们自己的专业力量，来让病人感到温馨、信心、爱心的一个医病场所。来个竖一个开来，你看个真水咯。
人称柯 P 柯教授，这个柯金川医师，1978年利用超音波做肝癌早期发现的研究，会使讲是国内头一人研究肝病投入肝病医疗工课40多年。柯 P 讲，伊受到温书也是肝癌风地的前辈者宋水老教授的影响真深。超音波对台湾特多的肝病，尤其肝硬化、肝癌非常有帮忙。所以在消化次专科的时候呢，就是在宋教授还有那个陈定基教授的指导下，做这个肝癌早期发现的工作。在咧台湾，差不多每天有35人因为肝病不幸过往。10大癌症的死亡率排行中，肝癌佫较捌排伫咧头一位。为着消灭国病，柯 P 向企业界募款，汇集各界的爱心，成立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甲好心肝基金会，也佫有问诊中心。团队的拍拼，即阵嘛看到成果。在我们基金会成立25年前，那时候肝癌是这个癌症男女加起来癌症的第一位。好，现在大概是变成最近几年变成第2位或第3位，所以这个就是全民努力的结果。当然，我们基金会也有扮演一定的角色哈。除了医疗方面，它好像还有那种宗教家的那种慈悲的心怀。然后他对基金会的管理呢，又好像是一个企业家一样，不断的在台湾全省这样去做肝病的衰减，就是造福了很多这个中下层的这些老百姓。这25年来，柯 P 进行肝病防治的演讲，要过700场，免费替40万外人进行肝癌的体检。有一个 B 型肝癌带源的朋友，厝内底有10外个亲人因为肝病不幸过身。讲到柯 P， 言语中拢是感谢。他把病人所有的痛当成自己的痛，他能够感受病人的那一种无奈跟惊慌。对，今年吴尊贤爱心奖、公益服务奖颁予柯金川医师。柯 P 表示，国内到大也佫有要我160万 B 型肝癌的带源者，也佫50万慢性 C 型肝癌的患者。伊讲也佫有真侪工课也未做，未来希望会使成立肝病医学中心，伊要继续用各种方法守护国民的健康。记者阿敏珍、张国水台北报道。讲到鹿港，以早人讲一夫二鹿三艋甲。阿现主时，鹿港有一群少年家，为着要让家己的故乡变了更较好，因就去推动保鹿运动，一场一场的活动继续办，让乡亲真正了解无受伤的鹿港。永暗10点，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这个节目，招大家来看鹿港，来鹿港行，嘛来了解这群少年家的拍拼。这活动就比如讲贴本色，比如讲去插广角镜，路口的广角镜。上介重要一部分就是讲，透过这款方式，对家己的家乡、对家己生活的这空间有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从2015年开始的金秋艺术节，今年已经是第5档。这阵鹿港少年家透过讲座、表演甲艺术的形式，希望会当互侪鹿港人了解因在做的代志，也会当做回投入。书上呢都有束口袋的布料，大家可以现在先挑一下，挑自己喜欢的布料。这个春布计划是想要解决社区内底一寡春布，去做一寡大人会使用的物件。当年的金秋艺术节，拢去引真侪理念相同的友谊加入，嘛因为想要甲少年人留伫鹿港，因决定开创家己的事业。咱想要更较好的生活，要甲大家带起来，咱基本上就一定要经营事业。因为你无事业，你就无法度去照顾更较侪人。因为你照顾更较侪人，伫咱的事业内底的时阵，你就有机会吸引更较侪理念相同的人。目前，因陆续开工作室解决春布的问题，嘛创办重视环保的食堂等等。对因来讲，开创事业的理念，都是希望会当伫鹿港好好啊生活。阮的梦想就是讲，你就算伫鹿港这个所在，你嘛会当开出无同款的花啦。当然，伊主体性爱保持，另外一部分伊会当有一寡新的、较趣味的代志发生，较有创造力的代志会当伫遐发生。伫台湾当家乡创业生活的人哪来哪济，同款嘛当着未来甲市场的挑战。
鹿港的这群少年家坚持理想，哪学哪做，都是希望有一天会使互鹿港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这2天啊，台湾南北2路的天气拢真稳定，啊，毋过明仔载拍算有一波东北风会到位，各地头就会反较凉冷。因为水汽影响，北部、东部地区原来会落雨，早暗温度各有增差，咱若要出外，就要特别注意。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19度到25度。台中彰化分林南投嘉义21度到27度。台南高雄屏东21度到30度。东部这边20度到26度。金门马祖平湖16度到2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